嗨，大家好，我係 Minnie，今日嚟傾一個震撼全球金融圈嘅重磅新聞。阿聯酋咧就退出咗 OPEC，同普通人嘅財富有乜嘢關係？好多人咧都覺得中東退出產油組織同唔炒油、唔做外匯嘅自己咧係毫無關係。但係事實上咧，呢件事咧正喺度靜靜改變全球貨幣嘅秩序，進而咧影響咗我哋每一個人嘅銀包。美元 OPEC 與石油美元系統嘅收割本質，要理解呢一件事咧，首先要明白石油美元嘅系統。OPEC 咧就控制咗全球大約40%嘅石油產量，但佢最強大嘅力量咧係在於一條國際嘅鐵律，全球所有嘅石油交易咧都必須使用呢個美元嚟到結算。正因為如此，全球各國咧為咗買原油發展工業，就必須儲備大量嘅美元。呢個就賦予咗美國無上嘅金融霸權。美國咧可以靠印鈔嚟購買全世界嘅商品，透過加息或者係降息咧去操控全球嘅經濟，甚至將國內嘅通脹同埋危機咧稀釋轉嫁到去全世界共同承擔。簡單嚟講咧，石油用美元嚟到結算咧，就係美國收割全球財富嘅核心工具。而阿聯酋呢一次嘅決定咧，正係從根基上瓦解呢一套運用咗半個世紀嘅收割機制。被逼到懸崖邊嘅阿聯酋為何選擇背水一戰？阿聯酋咧之所以冒住巨大嘅風險退出 OPEC，係因為佢已經被逼到去絕境。喺做出決定之前咧，阿聯酋兩大股市喺半個月之內咧就蒸發咗1200億美元，經濟咧就增速咁預期大幅下調。喺極度缺乏流動性絕望時刻，阿聯酋向長期依賴嘅西方金融體系尋求咗緊急嘅援助，得到嘅就係冷冰冰嘅一句：你仲未夠資格。呢個咧就到阿聯酋咧徹底看清咗現行嘅美元體系咧係從來冇將佢當成一個平等嘅夥伴。於是咧阿聯酋總統咧就急訪咗中國，並在15日後咧就果斷推出咗呢一項震驚全世界嘅戰略轉向聲明。呢一場變局如何影響普通人嘅銀包？國際政治嘅改變咧，會直接決定咗金融經濟嘅走向。以下3個趨勢咧，正與我哋嘅資產息息相關。第一個，人民幣國際化迎來咗歷史性突破。中國咧已經同40多個國家簽署咗本幣互換嘅協議，貿易結算份額咧已經穩居全球第2。阿聯酋退出之後咧，中亞之間嘅石油同埋天然氣之間嘅交易咧就全面改用咗人民幣結算。全球最大嘅石油買家中國就同第3產油國阿聯酋咧就繞開咗美元嚟到牽手，呢個係人民幣歷史上最重要嘅突破。第二，美元購買力咧將持續下降，隨着全球去美元化嘅巨浪湧現，美國靠印鈔嚟收割全球嘅機制咧正在失效。呢個意味住未來咧長期持有單一美元資產將面臨更大嘅通脹稀釋風險。第三，人民幣資產嘅戰略價值提升。當越嚟越多國家選擇用人民幣進行呢個貿易結算，國際對人民幣嘅實質需求同埋依賴度咧就會持續上升。長期嚟就持有人民幣資產，例如中國核心科技股、優質企業資產嘅人，將喺呢一場貨幣秩序重組中咧佔有呢個有利嘅財富位置。呢一件國際大事帶給咗我哋嘅財富同埋思維啟示，看通咗呢個時代趨勢，我哋可以學到3個受用終身嘅底層邏輯。第一，拒絕單一嘅依賴。阿聯酋咧依賴美元，生死關頭咧就被拋棄。普通人如果淨係依賴單一嘅工資收入，喺面臨裁員或者係行業危機時咧，係同樣毫無防備。多元化嘅配置咧，先係財富保值嘅基本邏輯。第二，彎道超車咧需要勇氣。阿聯酋用咗15日完成咗半個世紀嘅戰略轉向。當我哋發現自己身處於唔健康嘅環境，或者係走入咗衰退嘅賽道時，唔值得一味留戀，及時轉型需要巨大嘅勇氣。第三，順勢而為大於個人努力。
阿聯酋敢於退出，係因為佢早就鎖定咗中國呢一個超級買家同埋強大嘅生產力，順應時代潮流前行嘅力量，永遠大於你一個人逆流死撐。總結一下啦，呢個世界咧正喺度經歷緊一場全新嘅大洗牌。阿聯酋退出 OPEC 唔係終點，而係去美元化歷史浪潮嘅起點。睇清大局，提早做好資產多元化佈局嘅人呢，先係喺未來嘅變局中揾到最安全嘅財富避風港。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期見，拜拜。